好在春节期间有真侪人拢会放烟火来庆祝，也毋过伫台北市的内湖所发生了意外，有2个少年人伫初五暗时伫即个停车场边放炮仔，结果2个人为着心情好耍，所以把即个炮仔带入去废弃的收费亭内底，结果内底囤的一寡即个杂物完全拢烧害去，造成了火灾。落尾警方是照公共危险罪来甲侦办。 2个人一个正边一个倒边点着手中的炮仔，向向收费票亭，无想安尼一个戏引发大火，高烟一直冲出来，火一直烧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赶紧来拍火。我人在这边，那个小孩子来说那边找我，要借灭火器，有帮忙打电话，消防队在旁边嘛，马上就过来。这个外地无伫用的票亭周围全部拢有封锁线，4个拢是烧甲臭火大的分裂。 原来2个高中生正月初五暗时6点外，走到台北市内湖5分街，这停车场放烟火，乱起水鸳鸯出代志。家在隔壁就派出所消防队，不过这2个少年向消防队报案了后，就伫边仔公园篮球场来开讲。2名男子释放鞭炮，引起收费亭内杂物起火燃烧，所幸无造成人员伤亡。 本所循线通知该2名男子到案说明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移请侦办。2名未成年少年，和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侦办。只是过年期间也真侪放烟火出代志的情形。新北市3级摇人棒冲天炮，加菜涉土的民众炸受伤，防过伤害。另外，若是伫路中央来放烟火，影响交通，也可能开涉道交条例规定。 过年放烟火来庆祝，虽然真欢喜，不过也唔通耍过头，加州官司就真袂好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